只甲大家讲新年快乐。今日是咱新年的头一天，咱伫新年的开始，咱会当先用上帝话做一个开始。咱相信这是一个忙的一年，阿门。阿门。咱是青少年啊，台语讲甲袂练转啊，但是不要紧。今日呢，不管什么款的语言，拢会当敬拜讹了咱的上帝，阿门。因为我若是袂晓讲哦，后壁这写的人啊，嘛袂晓讲。但是感谢主哦，我自细汉的时阵，我伫主理2哦，我就学这个白话字啊。我的老师哦，丽美老师哦，甲生理老师甲我教，所以呢，我今日我会当哦，直接用台语先来做一个开场，嘛相信今日是一个欢喜敬拜讹了上帝一天，阿门。阿门。所以呢，我们非常的开心，让我们今天能够有学生能够来带领今天的敬拜，然后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新春的开始，而且是一个青春的开始，阿门。阿门。感谢神哦，在诗篇65篇的11到13节，他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所以在今天，我们也要来到上帝的殿中，一起欢呼歌唱，阿们。因为我们要得着神年岁的冠冕，使我们每一天都行在得胜的时刻，阿们。阿们。所以今日。不管咱是长辈，咱是少年，咱伫楼顶，咱伫1楼，咱拢爱做伙讹乐敬拜咱的上帝，阿门。阿门。所以咱为咱的位徛起来，咱要敬拜咱的上帝。伫这个时阵呢，咱嘛真欢喜哦。今日因为人足济，所以呢有一寡兄弟姊妹坐伫咧1楼，所以呢我嘛爱甲1楼的兄弟姊妹 say hi，hello。好不好？我们跟1楼的弟兄姐妹 say hi 一下 ，Hello， 我们要看哪一个镜头 ？Hello， 在今天，不管在2楼，在1楼，我们都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阿们。所以，我们就要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在过去的1年，虽然我们看见我们新闻最常报的就是疫情的影响。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他已经超越这些病毒的恐惧，他要让我们的生命得胜再得胜，所以我们要向他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所以我们就数到3，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无论献上任何的感恩，或者是今天我们可能有家人从北部、中部、东部回来的，我们今天都要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要将最大的荣耀、最大的感恩献上给他。我们数到3，一起开口自由的来敬拜，自由的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在今天我们要用最大的荣耀、最大的歌声、最美的歌声向你献上，因为主，无论我们今天站立在何处，我们都要献上最大的荣耀给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也已经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让我们1年的开始，我们要来触摸到你的荣耀，我们要与圣灵深深的同在。主，你要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今天赏赐丰富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咱今日咱要开始的时阵，咱要用咱的上大的掌声、上大的欢呼声来讹了咱的上帝。Are you ready? Ready. 1、2、3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欢呼拍掌给我们的神哦。预备好了吗？好了。1、2、3。哈利路亚！一起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说哈利路亚！好不好？今天我们要学着来赞美他，无论在何地，在何处，我们都要无止境的赞美他，阿们。
向左向右开展，影响这时代。好了，我们继续来拍掌。在刚刚敬拜的时候，我已经听见1楼的敬拜声音了，阿们。我们2楼的来苏朗五苏丁，我们要更大声的来欢呼赞美我们的神，阿们。我们数到3，我们一起来欢呼哦！1、2、3。庆贺新的季节已来到，新的恩膏，新的方向，领我们向前。说出我们要得着。再次举目仰望主耶稣，并信心勇敢跟随。新的机会，新的道路，进入应许之地。呼喊神啊！神啊，国家我将。神不够，我们要一起来跳舞，好不好？所以呢，我们来邀请我们最会跳舞的阿可跟诗颖来到我们的台上，来带我们来跳舞。来到台上，这样我们弟兄姐妹才看得到。我们靠左一点，我们靠右边一点，好不好？待会副歌的时候，就跟着我们年轻人一起跳舞来赞美神，阿们。说我们扬声欢呼。一起来拍掌。新的季节已来到，新的恩膏，新的方向，领我们向前。再次举目仰望主耶稣，并信心勇敢跟随。新的教会，新的道路，你预备好了吗？一起跳起来！神啊，国将我掌握着你，
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从火中醒过，你必遮盖着我。你双手一指，你是新拯救，能力的主。你赦免罪孽，医治一切疾病，你赐下应许，叫我们的痊愈。你战胜死亡，你践踏仇敌，一起来说，在全地。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教会信心的来宣告，我依靠你。如果你相信，那你就大声的唱出来。奇妙的神，无处高唱敬拜我神，相信要医治我们。一起来呼求教会，呼求你来拯救我们。哈利路亚！是的，教会，让我们就说首诗歌，一起来信心宣告，就是在这风浪当中，在这疫情当中，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必不惧怕。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好不好？教会发出你的声音，大声的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阿们。再一起来说，从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相信吗？从火中醒过，你必遮盖着我。你双手一指，你是新拯救，他有能力的主。你赦免，你赦免罪孽，医治一切疾病，你赐下应许，叫我们的痊愈。你战胜死亡，你践踏仇敌，你掌权在全地。一起来说，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他是在我们困难当中，我们依靠的那位神。阿们！教会高举双手。奇妙的神，无处高唱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哈利路亚！教会，当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唱的时候，你要让这首诗歌成为你信心的祷告。你要信心的宣告说：是的，神，我要全然全心的依靠你，就让我更多领受你的同在，领受你的医治，领受神你的平安。阿们。从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信心的说，从火中醒过，你必遮盖着我。你双手一指，你是新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你赦免罪孽，医治一切疾病，你赐下应许，叫我们的痊愈。你战胜死亡，你践踏仇敌，掌权，阿们。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好吧，教会跟着我们一起来游玩，一起来宣告神的祝福要临到我们生命。我依靠的神，哈利路亚！奇妙的神，无处高唱敬拜我神。教会发出你赞美的声音，相信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好吧，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我们的神，伟大的神，伟大的神，奇妙的神，奇妙的神，再一起来，我们的神。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哈利路亚，奇妙的神，我就高唱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哈利路亚，伟大的神，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信心宣告，困难中我依靠的神。哈利路亚，再次奇妙的神，我就高唱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哈利，教会给耶稣最热情的欢呼！要拍掌就高过你的头，一起来拍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你是伟大的神，你要赐福在我们的教会，赐福在全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颂赞荣耀归给你，阿们。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阿门。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要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圣诗，圣诗435首，圣诗435首。家中的归亲
底遮济，真存感恩的祈祷，咱请伊海平长老。咱做位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从岁首到岁末的保守和带领，使我们走过各样的经历和际遇。当我们回想过去的年日，我们不敢说前面没有遭受损失，担心、害怕、忧虑或试炼及挑战，特别在去年2020年，从年初开始，全球面对疫情的冲击、经济的震荡，台湾格外受到神的保守，让我们一方面来经验你的同在，充分体验你的恩典是够我们使用的；另一方面，又让我们同时见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不足和限制。在这新春时，我们也要数算神你坐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的恩典，让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寻求神你的旨意，是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从神来更大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一起度过这艰难的时刻，挥别这2020年的高山和低谷，让我们能够以盼望的心来迎接新的农历新年，更促使我们在新的农历年开始来继续追求成长。主啊，我们要恳求神新的一年也恳求你将新的灵、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新的恩典、新的方向来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相信神，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营寨，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在患难中及时的帮助。主啊，让我们在这所行的事上，我们都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神，你必要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必要坚固我们，必要帮助我们，必用你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们。主啊，我们在新春农历年的开始，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向高山举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因为耶和华，你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分，我们所得的，你要为我们持守。你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的。主啊，那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当将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完全要交托给耶和华，并依靠耶和华，因为我们相信耶和华，你就必定要成全。主啊，因耶和华以勒的神，你预备我们新的一年；耶和华沙龙的神，也要赐给我们每个人平安。主耶稣，求你保守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当中，满有神的恩惠和膏油，平安喜乐大大的充满着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散发基督馨香之气，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活出影响力，用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也愿主你的恩惠与每个弟兄姊妹及我们每个人的家人同在，让耶和华你的爱与祝福陪伴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及我们家人当中一生一世。主啊，求你的灵今天也充满赐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赐给我们都有一个敏锐的心，让我们能够来好好来安排这次的新的农历的过节的每一个行程，也赐给我们有智慧，能够妥善来规划我们的生活作息，能够把握这难得的机会，我们能够多多来促进我们一些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来学习在家人之间我们如何的来彼此的相爱。主啊，让我们这个假期能够成为家里难得的回忆，也让我们的家的关系因此变得更紧密。感谢天父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来客饮，客饮门印伫咱天使表的后壁。客饮，请
饭日中长老。咱做伙来启用新春启用文。正月初一来教会，信仰加天福满杯。祝咱年年平安过。正月初一做礼拜，圣经道理真澎湃，主的恩典通人爱。平安喜乐报世界。正月初一是新年，大人囡仔笑眯眯，祈求上帝赐福气。五谷丰收大趁钱，新正正日29暝，囡仔摕着第二钱，全家围炉来团圆。靠主信心拿给天。赞美，咱先邀请上年信歌队。
常年吟诗赞美主，身体勇健做主工，富禄吟诗学罗主，心灵欢喜无忧愁。咱即时来欢迎咱的妇女圣乐团。
多谢葫芦新歌队。所以，咱来邀请咱的李东牧区。
年吟诗俄罗主，身体健康食饱味。妇女吟诗俄罗主，心内欢喜无忧愁。儿童大声俄罗主，后一句是到这袂问胃口好。接下来咱来请咱的康长老来带咱来读圣经，伊要读圣经有3节，腓立比书第4章6到第7节，约雅各书第4章第2节、第3节，马太福音第6章33节。也请康长老来带咱来读圣经。三个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咱要对第6节看到第7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到第7节。第6节，一切无伫挂虑，独独万事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摆咧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瞒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互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第2个圣经，咱来看雅各书第4章第2节到第3节。雅各书第4章第2节到第3节。恁贪恋也无所有，恁杀人怨妒也袂得着，恁三钱精简也无所有，因为恁无求。恁求也袂得着，因为南山求是要开用以伫恁的宴乐。第3位圣经，咱来看马太福音书第6章33节。马太福音书第6章33节，独独大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的物拢要赐予恁。愿上帝祝福听其的话，遵守来行的人。咱接下来要邀请咱教会上活泼的青年牧区，咱拍鼓来欢迎。
单跟随你，阿门。阿门。学期牧区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不只是给年轻人鼓励，给他们掌声，我们更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让他们在走道路，就算到老不偏离，并且在今年希望能够包大红包给我们的学青牧区的孩子们啦，哈，所以有服侍的同工，我们大家就用行动来鼓励他们啦，哈。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教会圣歌队。
谢三个队带来的优美的歌声来敬拜赞美神。正道的题目是发出神的本票，正道是我们的陈建岳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新春快乐！跟你隔壁说新春快乐，福杯满溢。阿公你来对啊！你今日有福气啊！你今日要发啦！很谢主哦，因为今天哦，要发出神的本票哈，你没来就了贼啊哈。感谢主哈！我们在新春的第一天，我们就在他的殿中，在这里举行我们的称谢礼拜。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进入他的宴，我们要感谢进入他的门。凡是有气息的要发出赞美，我们会思想的，我们要向他称谢，感谢主。我们无论我们的长辈哈，男女老幼。我们看小朋友很可爱，大家都会向主发出赞美献上感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有没有很享受啊？有。说在地如同在天，在地如同在天就是过年天天在过年，就是在地如同在天有没有？讲哦，大家拢在过年大家在过年就是平常就是没有那么好过嘛，但是过年就是好过那我们在天上就是一定好过了那我们在地如同在天我们用那个比较应景的今天应该是牛年嘛，送给大家那个3000万的红包我写的这个第一个千万说千万要有牛的耐力，跟隔壁说千万要有牛的耐力。第二千万不要牛的脾气。第3千万千万要依靠全能上帝。感谢主今天牧师特别用这个题目说发出神的本票本票就不会跳票是吗？本票就是不是那个发的票，我不知道支票我不太会但是本票就是这个是一定会兑现的感谢主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发出神的本票呢？我读了一个高雄牧者的见证，心中有感动。他说他几年前经过洛杉矶去找他神仙的院长，然后跟他讲说教会的情况他教会他也做医治失望，他想说这些惨的可能神仙老师不太会赞成，可能会骂他一顿但是这个院长就在那边叹气说华人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相信神迹就是不相信神迹。你看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不相信神迹。其实我们现在在读马太福音祷告就有神迹，祝谢就有神迹耶稣祷告了神迹就发生的祝谢了神迹就发生的。神是行神迹的神，所以这个院长就讲这句话，他心里面就感觉上都感谢主表示真的是有神迹，我们要相信有神迹。所以那一年回来刚好是最后一个主日，所以新春的主日他就做了一张这个神的本票。这个本票我不是看他的，这个我请我们的名家干事设计的还蛮天才的，反正就设计一个本票那这个本票就是主耶稣基督花的，上帝要给我们，我们凭票能够支付我的名字，然后写上我的心愿神有给我们很多应许你要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如同
生理灵魂兴盛一样，你和你的家都要得救哦。你谦卑敬畏耶和华，他要以尊荣、富足、生命为赏赐给你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一切东西都要给你你向他求，他要视列国为基业，地级为田产，他要赐福给你主要天天将得救的赐给我们。其实我们都可以求，神都应许。上礼拜我讲了说，当我们能够将10分的1分1/10送入神的仓库里面，让他的家有粮，神就会开天窗，他要倾福于你，到无处可容。这是应许，圣经很多应许。所以他见证说，那一年他花了这个本票，很奇妙的不久就一个姐妹，那是刚刚举行受洗的时候，她见证说因为我过年领了这个本票我向我的舅舅传福音传了很久，但是他心很硬，都不洗。但是我签了这个神的本票我献上了我祷告，结果很奇妙的他的舅舅说要求要受洗的所以这个牧师听了这个见证就非常感动。他没有妄求，不是我要车子，我要中乐透。我知道没有钱的人最喜欢玩彩券，为什么？想要一夕致富，但是往往就是没有办法，反而要用的钱都花光光。当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求，其实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他不仅是这个见证，很多见证说我的本票兑现了，哇我们的主是伟大的神所以听了很多见证，他就非常感动。所以我在今年就是请我们干事制作这个神的本票。那这上面写的第一个就是要向神求。腓立比书4章6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告诉神。这个凡事就是包括你日常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任何什么样的事。那祷告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向神祷告，其实祷告就是灵。当我们祷告的是用我们心向神求的，这是灵。敬拜是灵，神的话也是灵。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倘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跟他能够通。奉主的名祷告向我们的阿爸父神祷告，神就会应允。我们祈求就是很专一的特别的向他恳求。那感谢就是我们写上我们的心愿，我们献给他的，可能我们还没有兑现，但是我们已经心中献上感恩了。我相信这就是信心的最高的表现信心就是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就相信了。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我就宣告神已经成就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感谢。所以我们要求，你向神求，祷告你用信心向神求，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要求。那第二个就是不要妄求。刚才读了雅各书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妄求，乌白求啦，对啊求，唔对啊求，上面拢求，这个不应该的求那要让会在你们的宴乐中当然你们求的不是神所应许的，那当然你所求的就不能得着。所以什么是妄求？就是有时候错误的东西，为了自己的私意，错误的东西，这个东西神你得到这时要做什么所以你说总不能孩子爸爸我要一支枪，你会给他吗？那你这个根本这个是哪有这样的父亲嘛？对不对？不可能的。你向我们阿爸天父求，也不是乱求有时候错误的方式，好像我们有时候孩子不成熟，有时候他用各种不成熟的方式，那这也不是对的。
我们都是要教导他。神要我们真是用心灵和诚实，凭着信心对他有确信。你要相信神，不信的恶心除掉。我要相信神，神是行神迹的神，神是伟大的神，神是我敬拜的神。我要相信这位神，而且我真是认识他，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不是靠着肉体的私意，为了要利己，不是用世界的手段，不择手段，这不是神要你。今天世人很多都是为了要得到好处，不择手段，用骗的，用拐的，用抢的。那在过年之前，我们就知道很多他骗一些可能有时候人家不知道，就去按照他的指示去做，结果他的那个账号密码就被他窃取了，他就去把它领光光了，人家要过年没钱了你看这个是多么的坏，所以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求。第三个，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这些东西加给你，就是我们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尊主为大，他要做我的主，我的王，他要掌权在我身上，我要按照他的旨意我们都是这样的话，你的所需，你的需要，你向他求，他必定会赐给你。所以我们一定要敬畏神，一定要敬畏神。我们谦卑敬畏神，他就会以尊荣、富足、生命为赏赐给你。没有神，我们一切都是空。所以我们知道你很多人都希望说，我银行账簿多一些点。倘若没有一个一，我身体不在的，人在银行怎么样？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没有用花不到你要有你在，我们一定要有神，有神，我们后面的灵都是主上帝赐福你的才有用。所以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是一个最富足的人，阿们吗？所以我们怎么样世界的求呢？真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我简单讲，所罗门的祈求神有没有验纳？因为他比较年轻，他就接了这个王位，他要治理这个国家，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智慧。他没有妄求他就是求智慧，为了要治理百姓，让这个国家更好。神有没有应允他的祈求？有，不仅应允给他，而且他没有求的有没有给他？包括富足、尊荣，还给他长寿。所以他这个就是按照不是妄求，他为了要治理国家，他求的神悦纳他，神他没有求的神也赐福给他。反观我们看圣经里面另外一个王叫希西家，因为希西家这个以赛亚讲说你的岁数到这里，神要带你回家了，你就是要结束了。他怎么样？他就哭了。我现在怎么可以回家？我还不想回家。他就向那个神要求他的岁数能够增加。他就祷告，结果神真的就差了以利亚跟他讲什么？好了，神应允你的祈求，多活了几年？15年。但这15年是好是坏？不一定是好他多活了15年，结果当这个希西家就接见了那个巴比伦派来的使者，这个是拍狼是巴比伦使者就想要你的东西结果他把自己宝贵的金子啦、银子啦、香料啦、贵重的膏油啦，他一切的金器啦很多的金银财宝所有都人家看了结果怎么样？这个先知就来告诉他，他说你带那使者看了什么都看完了，我们这个最宝贵的东西金银财宝什么都看光光了这个先知神的话就领导他说，日子必到，还你家里所有的，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凄惨有没有可怜这个希西家倘若回去还好回去
天上享福，结果他多活了15年，啊，他这个求，结果啊带来的是他后裔的咒诅，带来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各位，我们求，但是按照神的心意求。之前我们有邀请延整教会一个杨圣贤长老来做见证。他信主之后，他向神求，他向神求3件事。第一个就是赐给他有大的信心，勇敢向他的爸爸告诉他爸说：“我现在已经信耶稣了，我的信仰是很好很好。”有这个勇气，有信心，真的他做到了。他爸爸是一个不容易信的人，最后一个他家里面最后一个信。第二个他说：“求主赐给我好的口才，让我能够传扬你的福音。”为了要完成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他说：“我没有口才，你赐给我口才。”真的，他就得到口才。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他在车上，他在飞机上，他出外，他到哪里，他就是有机会，他就是传福音。什么样的人都传。他不会讲华语，用台语。碰到这个讲华语的，也是照传不误。神也使用他引人来归主。第三个，他说：“求主赐给我能够全家都能够得救归主，感谢主。”所以他这个祈求好不好？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求？有，所以神就应允他的祈求。所以他不仅是很有信心，他国小读没有毕业，能够跟日本人做生意。这个他本来是有一点怕，他妈妈说人家没有信上帝的都敢去了，你这个信上帝的怎么不敢？再想一想有道理所以他对神有信心，他就去了。所以他做生意他就成功，他就发展，神就赐福给他。他没有求他，神也给他富足，给他尊荣。现在已经90岁了，还可以爬楼梯，感谢主，这就是神的恩典他对神有信心，每天早晨亲近神，对神有信心所以神应允他的祈求，而且他全家得救。所以我们应该要求神让我们今天在新春的初一，求神让我们能够相信神，而且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相信神是行神迹的神。我在1月18号，对，在台东的时候，听了张茂松牧师的见证，他的见证，大家听了感谢主他能够经历，希望我们能够经历。见证，你跟我说，见证就是再做一次。当我们听到见证，我们相信神就会再做一次。我们用信心去领受。张牧师他说，上帝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上帝既不爱惜他的独生圣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把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是要爱我们，神是要赐福给我们，我们要对他有完全的信心。他自己做见证，送上帝的恩典是超乎所想所求的。上帝给我这么多恩典，上帝这么爱我，我怎能不更爱主，更喜乐的爱主？他见证说，他有一次在年初的时候，上帝突然对他说：“我要给你一辆车子，我要给你一辆车子。”他很高兴，他就那时候很穷，也没有什么车子，他告诉师母说：“上帝要给我一辆车子。”当然师母听了高兴嘛，哇，太高兴了，有车子结果到5月的时候还不见踪影师母想说你可能是这个幻听可能有问题可能有问题结果他就更积极的迫切的祷告。到8月的时候，果然有一位姐妹要送他一部车，哇，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他称他是恩典1号，恩典1号。当然这就开这个车了，哇，师母高兴，有车子可以开。开久了车子会坏吗？坏掉了，像牧师的车子也坏掉了，本来很好的就坏掉了但是有一天他们的同工有一个姐妹跟他讲说，
牧师啊，上帝要再送你一辆车子。所以人家说的，他能够用信心去领受啊。但是那一年到了10月23的时候，师母问他说：“车子来了没有？车子来没有？”他到了24号说没有了，没有来呢。哇，他就拼命祷告，结果到了隔年的1月真的奇妙，突然台中有一个弟兄要送他一辆车子，他是非常的感恩他称他是恩典2号，有恩典2号就有恩典3号、恩典4号、恩典5号。他说有一点他这个车子也换了，他到了7月、8月的时候真的有一个人跟牧师说：“牧师，我要送你一辆车，我要送你一辆那个Benz的车子，宾士的车。”他听了之后说但是他说我只爱 Camry， 我只爱 Camry， 所以他说为什么这样？Benz比较好。他说我听到这个Benz我会这个吃不下睡不着，因为他知道这个车子很好，但是保养很贵，所以想不到他心里面真的想了，我真的是爱 Camry。那个人说好，那我送你 Camry 好了。感谢主，他真的在做见证。他说：“主啊，我领受这么多的恩典，我领受这么多的恩典，我怎能不好好爱主？我怎能不喜乐的爱主？”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经历到这样的恩典。圣经对我们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来说，就必得着。圣经中，我们读圣经里看，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撒拉，无论是使女夏甲，他们因为相信上帝，求告上帝，他们就得到上帝的赐。我们从圣经我们看，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无论是君王，是大臣，是将军，是富豪，是穷人，是渔夫，是税吏，是娼妓，是仆人，是妓女，是寡妇，是乞丐，是阶下囚，关在牢里面。无论谁是，甚至是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当他们相信神，向他祈求，好像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亚比斯，有没有？他虽然很苦嘛，他生下来就很苦嘛，很穷嘛，很凄惨嘛，但是他求告以色列上帝嘛，他求了得着应允嘛，因为他要扩张他的境界嘛，他要得到神的恩典，所以神就赐福给他。很多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撒拉原来是暗笑，但是后来变喜笑，有的无名的变成有名，有的咒诅的变成祝福。以撒荒年变成丰年，水味变酒，饥饿为饱足，缺乏为有余，忧愁变喜乐，软弱变刚强，贫穷变富足，因为神是行神迹的神。阿们吗？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要来祷告。各位，我们有没有这个神的本票？有没有拿出来？有没有拿一下？会。有没有拿到这一张？在家里，放在家里。是要今天来这里是要来祷告要来祷告。那我们牧师写的，像牧师也写好了，鲜花就是让你出去写，无论是你为了你身体的健康，无论是为你的家庭的需要，为你孩子，为了什么都可以，为了你的服事，为了我们的教会，为了神的国度为了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为了你做的事业，其实你可以向神求，你要用信心向神求。我们要来敬拜他，我们要来敬拜，唱这首行神迹的神我相信神是行神迹的，祷告就有神迹，祝谢就有神迹。我们看主耶稣在圣经这一章等一下我们唱完祷告完了，我们要奉献的，你可以线上，我们可以有中保代祷为你祷告，你可以留下来你自己祷告，这个我们没有限制，但是我相信你凭着信心，
带到神面前，神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会赐福给你，让你经历神丰盛的恩典，超乎他所讲，超乎我们所讲所求的。好，我们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唱弟兄姐妹，我们就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宣告，因为我们所求的，神要引领我们，阿们。我们从这上面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拍掌，我们要来向神宣告，神迹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得医治，没有不可能的事。再一次说，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那是更好的，夫妇一起祷告更好你2、3个人在小组就祷告，我们就是要祷告到有一天那个城墙就倒塌了，那个仇敌就退去了那个神的祝福他就涌流进来像牧师也有写的，我念给大家听了，这是我的写的本票了第一就是我的这个左眼的视力我的左膝盖，那我这个肠胃比较不好，我求神能够让我得到医治更好。那第二个，我期待我的儿子媳妇能够得到上帝所赐福的产业，我也求了。第三个求神让我有一颗为父为母的心，能够承前祝福下一代。阿们。这个就是我的祷告。各位，我们各样祷告，你可以请我们中保代祷为你代祷，或是你拿回去你自己家里面常常祷告。我相信我们一定要经历神。各位，你要经历神，你经历一个真的是行神迹的神，我们的信心必定会不断的突破提升
好不好？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拿起你的那个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新春的第一天，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敬拜，主啊，因为你是行神迹的神，主啊，谢谢你，你过去能够行神迹，今天行神迹，未来要行神迹，主啊，你行神迹的神，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哦，主啊，我们祷告了，我们就要经历你，主啊，我们祝谢的就要经历你，主啊，为了我眼睛的视力感谢，为了我的膝盖感谢，主啊，为了肠胃的感谢，主啊，你的医治要临到我，你要医到我，让我得长恢复，主啊，你要让我得长那丰盛的产业，祝我的儿子心境一境能够得到上帝所赐那丰富的产业，是应许的产业，主啊，让我有恢复的不幸，让我能够承接祝福下一代，兴起下一代的建造。主，我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每一个你大人的应许都会成就的。主啊，让我们相信，主啊，让我们相信，让我们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就好像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扩展他的境界，使他能够脱离他原来他是这么样的困苦。主啊，无论是贫穷的困苦，无论是疾病的困苦，无论是各样的困苦，主啊，我们向你求告，你必定要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信心向你求告，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哦，主啊，我们要向你欢呼，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向你感谢，因为主你已经成就一切，你已经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讲所求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请坐。我们要进入奉献，我们会唱一首应许这个诗歌哈。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在按照程序就是我们可能可以等一下，也可以从先这里来，然后在两边过来圣歌队可能这个妇女双年圣歌队先那我们稍微请两位长老稍微指挥一下那我们请敬拜团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应许。当我们在奉献，或者是你在走路的过程，甚至是你奉献完回到这里的过程，我们都一起用这首应许来向神来献上，因为这是一个得胜的时刻，这是一个应许的时刻，就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圣经有许多的应许，给你师母，给你师母，给你师母。神是信实公义，他帮助我，使我一生付出，使我心得到满足。再次从头来。圣经有许多的应许，咱伫迄个圣经里了，民中因这个所在特别。
对山平的这个所在，咱会记一个，咱无论对路边什么所在，行咱到头前，啥你要甲奉献的物件摕去这个洗大钱，然后对两个牧师甲牧师娘的这个手中，你会当摕一包上帝要赐福你的红包，上帝要赐福你的回忆，倒转去到你原来的座位。除了相平两排的人以外，咱其他的兄弟姊妹，咱是咱坐伫原位，请咱坐伫原位。请楼上的你慢慢的从楼上下来，然后由两侧往中间的方向再走。我们继续来唱这一首，主要将他丰盛的应许赐给我们。请弟兄姐妹，你就赶快坐在你们原来的位置。这话是真的，阿们。阿多中的多手呀，少中的少手。这话是真的，阿们。来宣告说多重的，多重的多手呀，少重的少手。这话是真的。
带着感恩的心，当我们来到台前奉献的时候，不只是将我们所拥有的给，更是帮助我们都在新的一年，生命有新的开始，而因着上帝的应许，使我们生命有一个不同的时刻、不同的环境，都要一同来赞美他。神是配得的，不止在新年的一开始，我们要敬拜他。更是从年初到年末，我们都要带着感恩的心回应他的爱。经有许多天意告诉我，神是心是公义，他赐福我，使我一生付出，让我心得到圣经神的应许，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神是心是公义。从头说，圣经神的应许，经有许多的应许告诉我，神是心是公义。宣告来说，他赐福我，使我一生付出，让我心得到满足。多种的要多收，他多种的多收呀，少种的少收。这话是真的，阿妹。他多种的多收呀，少种的少收。这话是真的，阿妹。多种的要多收，他多种的多收呀，少种的少收。这话是真的，阿妹。他多种的多收呀，少种的少收。弟兄姐妹一起来宣告说，多种的要多收，他多种的多收呀，少种的少收。这话是真的，阿妹。他多种的多收呀，少种的少收。这话是真的，阿妹。他多种的多收呀，少种的少收。祝福，我们渴望我们生命能够成为那多种的要多收，忘记过去那一切少种的少收，我们要迎向新的一年，要有多种的多收的祝福。多种的多收呀，少种的少收，这话是真的，阿妹。多种的多收。姐妹，当我们再次要唱这首的副歌的时候，我们要用最真诚的心来到上帝的殿中，向他来回应。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要抛下那些过去少种的少收的生命，我们要新的一年，我们要得着多种多收的生命。阿们！一起来说，多种的多收呀，少种的少收，这话是真的。
恭喜！啊，真正年头一天吼，咱会当走出敬拜上帝咧，通讲是上好康啊。所以呢，伫今仔日呢，咱的这个课文的内面呢，嘛头前安尼甲咱讲，正月初一来教会，信心热度亲像火，信仰加天福满杯，祝咱年年平安过。正月初一做礼拜，圣经道理真澎湃，主的恩典同人爱，平安福音报世界，阿门。阿门。好，我们把上帝所领受的，我们刚刚从上帝所领受的，我们拍手赞美我们的神。耶！啊，对今年3月开始吼，礼拜无头路咧，我礼拜无头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请安问候。虽然是如此，但是呢，我们看到每个礼拜可以看到弟兄姐妹在教会热情的敬拜。那今天呢，目前是全台湾人口最多的，原来不到2300万，听说突破70万，2370万，现在全部通通在台湾啊。好，那今天呢，我们有足侪哈从外地回来的，好不好？这个人讲哦，3天无溜哦，会爬上树啦哈。所以吼，咱来溜一下，好不好？溜什么会呢？溜请安的歌啦哈。所以呢，你这个所在呢，要来欢迎哈。你平常都在外地，那你今天你昨天回来，跟家人吃团圆饭哈，的弟兄姐妹，好不好？勇敢的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好吗？你平常在外地不是啊，你都伫外地，欢迎，微微讲，耶！开本100，开本100，进来！来，快点，来，一定有很多啊！欢迎，有没有？有，来，你拢普通时啊伫外地，今仔日呢倒来参加咱的这个聚会，请你勇敢对你的座位站起来，这个，站起来，欢迎，耶！站起来！好，那站的人就站的你最勇敢。等一下大奖给你，给我领200块红包啊！很勇敢哦。为什么？足奇怪呢。咱吼东方人甲西方人无共款的所在吼，就是吼，若要叫咱家，我唔来啦吼。但是吼，若咧无菜吼，我啦。所以吼，咱今仔日呢，咱来唱这条，听互咱出去做聚会哈，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哈。我们平常的请安歌留起来了。好，来我们唱国语的。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一，爱是我们相聚。听好咱出去做聚会，听好咱出去做聚会，听好咱出去做聚会。1、2、3，好咱大家正做聚会，听好咱出去做聚会。一概欢迎，千万欢迎，我别记了，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一次 welcome， 永远 welcome， 又参教会，欢迎你！我们分个场地的什么？我不知道。好，请坐。感谢主，互咱会当吼，今仔日看见咱有冲教会，对老的、到少年的、到得抱的，然后咱拢会当出入伫上帝这个圣殿，看见呢，咱喜气洋洋吼。虽然呢，咱今年甲旧年吼，清朝礼拜唯一的无共款，就是咱加一个口罩，但是我逐工拢咧挂口罩，即摆挂一个加喙的口罩，虽然是挂口罩，不过呢，袂当阻挡呢，咱来到上帝这个圣殿敬拜上帝的热情，所以呢，咱即摆要来唱一个好心情、好心情。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祈求上帝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好心情，好不好？好，好不好？好，起立！愿你
是有人嘴巴没有开，没有开没有关系，或许你昨天喊得太大声了，没有声音。那我们等一下在唱的时候要带动作，还知道刚刚敬拜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团带给我们什么吗？这个动作有没有？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然后这个动作做简单的，你绝对会让游你绝对会让游。来，我们请2个牧师到前面来。我们不是新春第一天，愿你有个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最后那一句，用唱的来。每天好心情。牧师好可爱哦！牧师，看牧师跳啊这歹看，你在那看对吧？何况呢，我们刚刚呢在跳舞的时候，真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喜乐从内心发出，因为我们心中有谁？有耶稣。好，我们来唱一首新年的应景歌曲，恭喜恭喜，出来一哈，来恭喜恭喜。为一个梦的小孩，为一个人的嘴来。头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来，现在你的隔壁，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就好了，来，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我们音乐继续，我们音乐继续哈。等一下的恭喜恭喜的时候，这边呢向右转，这边向左转哈。你若头前那个胸管看袂到不要紧。一个手的哈，一个手的。等一下呢，我们在广场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个交易的时间哈，还有一个交易的时间，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彼此的请安来拜年。我们等一下恭喜恭喜的时候，这边向右转，那这里向左转哈，这个队就对着所有的会众，我们就来唱一首。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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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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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恭喜你呀！姐妹，恭喜恭喜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永远和平大人群，他是千人和上帝。
来，接下来咱要来祝福车肯，咱要来念这首《耶和华祝福我》，咱来结束咱今仔日这个新春庆祥礼拜。耶和华祝福我，以修出一切风险，今日咱人来生活在当中。山中的美景，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很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修出真福气，我的情话的假实，结出疼痛的根基。头来摇啊！山中的美人是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修出真福气，我的情话的假实，结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我，亲像海边路上，阮的主爱你到我们要求我们要求点满雨，自欢喜的歌声，落了亲像一命，永无山头来参中的美人是，山中的美人是无欠过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修出真福气，我的情话的假实，结出疼痛的根基。耶和华祝福我，亲像海边路线，阮的主爱你到万世代。我们要求点满雨，自欢喜的歌声，落了亲像一命，永无山。耶和华祝福我，耶和华祝福我，亲像海边路线，阮的主爱你到万世代。我们要求点满雨，自欢喜的歌声，落了亲像一命，永无山。我亲像一命永无断，落了亲像一命，永无山。我亲像一命永无断，落了亲像一命，永无我们来领受祝福，愿天欢喜，地快乐，愿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愿你们前面的道路，从岁首到年终，他的旨由都记在上面。他敞开天上的府库，赐下一切他的丰富，在你们的身上，在你们的家庭，在你们的事业，在你们的服事，在你们所到之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拍手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好，那我们在散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从我们的后面的地方到广场哈记得大家都不要离开，我们能够在广场的交谊。但在这里呢，有一个报告哈，
桌上的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拿着吃，但唯独呢不要拿塑胶袋包，哈哈哈！你尽量吃，尽量喝，请不要拿塑胶袋包。好，在这里我们请到广场的地方，我们请长子的同工可以到前面来协助今天我们所有的新春奉献。好，那咱会当到下骹的所在，也是今晚会当伫迄个当中，咱互相来拜年，互相来请安。检菜有一寡咱也久久无看见，因对外地倒转来到伫咱的这个所在来聚会，所以咱会当伫广场的所在，咱会当来互相来拜年请安，也会当斗阵来问好，愿上帝的平安。继续守住，伫咱所有当前的兄弟姊妹，对年头到年尾，拢会当享受着上帝恩典的疼痛，愿平安归伫咱大家。